正经学院纪念主日，真欢喜来到固定教会，甲咱敬拜上帝，也做伙分享上帝话语。首先，我代表学院黄兰固定教会的正同工兄弟请安，感谢咱过去对学院的支持、关心甲带导，互学院会通坚固，搁得到发展，来荣光主的名。愿上帝温上加温，点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互咱的灵性会通得到兴旺，咱的服侍会通得到开展，咱的身体得到勇健，所做的代志拢会通得到顺利。咱看到头前圣经学院即几档的宗旨，服侍、疼心、望。过去圣经学院是4年制的大学制度，现在已经转型成做服侍正教会，包括教界的灵修中心、教育训练中心以及信徒服务中心。学院内面，咱若捌去过，相信拢有同款的感想，非常的清净，校园非常的优美。特别即几档有兴建灵修会馆，有各种的房间，也有中大型的教室，也有礼拜堂，也有一个真现代化的大礼堂。所以伫即个所在真空旷，通讲停车上界方便，出入非常的便利。若来到新店，嘛会通去主科看看，内面有一个真水的湖，若较了解，内面嘛有秘境，搁私房景点，这个所在上帝真祝福，因为咱知影桃竹苗，不止侪人真正在坐车开车对桃竹苗来北部地上班。虽然路途有较远，但是咱若甲国外比起来人爱开车1点钟的，咱这个还阁算真短距离。上帝真祝福咱台湾，安怎祝福你？用头壳去思考，你就知。上帝无放杀咱，上帝亲像拄青年诗班甲咱讲的，看咱是宝贝，藏伫个心中，甲咱保护条条。今仔日偌济国家宗教的对立、战争、回教、伊斯兰甲基督教的敌对，佛教甲回教甲天主教甲基督教，咱敢捌听到台湾有即种遐尼严重的对立、凶杀、放火烧？上帝其实拢甲咱这个国家倒数三个同在。服侍代表信心，因为咱知影信毋敢若信耶稣基督，嘛爱安那有行动、有服务。咱知影即马是社区主义的时代，社区主义抬头。有人讲爱旺信，保罗讲信旺爱。我感觉犹原是圣经咧讲的比较较准确。咱若无信心，无倚靠这位全能的上帝，只有付出疼心，会消耗啦，会有限啦，会孤单啦。但是信心的重要性就是，虽然拄着危机，拄着困境，要阁相信上帝，伊一定听咱的祈祷，伊一定听咱的所做。这是规本圣经所甲咱证明的。咱毋通互社会甲咱影响去。圣经甲咱讲，信、望、仁爱。保罗讲，但是听是第一重要的。
哦，到伫今仔日吼，即句话抑阁是足宝贵，因为今仔日吼，无信主的人，包括咱的较无信心的后代，也是亲友会讲，啊，你的疼心伫叨落？我看袂到，感受袂到，哦，所以真正亲像保罗咧讲，疼是上界重要。啊，无论怎样，咱爱相信上帝，伊听咱的祈祷，上帝在保护咱。咱若有即种的信心，咱就会共同发出集体对上帝的宣告。阮相信上帝必定祝福咱这个国家，咱相信上帝一定会引带咱这个国家，咱一定相信上帝会听教会祈祷、正信徒的祈祷，会超过咱的所求所想。啊，大家有认同无？这个爱出于信心，因为咱确实真孤单、孤儿，真无容易，非常无容易。哦，我用安尼起头，就是用安尼吼，啊，互咱知影讲，圣经学院，也是讲神学院，哦，这个神学教育，也是圣经教育，啊，灵修服侍造就，啊，是非常重要。咱敢会电风会通？好，咱来看严格吼。啊，这个圣经学院，伊较早来上尾啊。好，我摕倒边，我无锁匙，因为一模一样啊，前后吼。好，啊，我用上紧的时间吼。1952年9月，啊，长老教会甲加拿大长老教会、美北长老教会创办台北圣经学院。啊，照地址就是伫台北新学校，就是即摆台湾新学院的中山北路，吼，伫遐开始。啊，为着北部宣教80周年，啊，来创办一个 Bible School 啦，吼，较毋是 college，Bible School 来做纪念。吼，这个就是圣经学院的由来。啊，咱知影美国足侪新学院嘛，足侪 Bible School 的。啊，1955年6月。啊，台北新学校迁址去到阳明山，啊，学院就迁徙到新北部、新竹北部。啊，10月更改名称叫做圣经学院，长老会圣经学院。1960年，佮迁徙到现在新德高峰路的地址，改名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经书院。开办人工幼儿园、幼儿园，啊，伊拢着套约的，哈，伫新竹。1979年改名成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经学院，啊，到伫今仔日。啊，1982年10月25，创校30周年。啊，今日礼拜，啊，开信徒训练大楼破土典礼。啊，1986年4月，信徒大楼完工启用。啊，1988年8月，音乐馆的教室开办。1989年9月启用。2000年12月，综合教育大楼就是上后壁迄栋吼5层楼啊，拢是玻璃采光的建筑开工。2002年9月，举行创校50周年感恩礼拜，以及教育大楼奉献典礼。2012年11月，举办创校60周年感恩礼拜活动，以及新的图书馆开幕启用。啊，过去啊，这间书院、这间学院捌设立的科系。啊，有圣经科、基督教教育科、幼儿教育科、圣经函授科、一般电气科，为着原住民设立职业训练班、裁缝、驾照、驾驶汽车修护、教育音乐系、
事工系、中职教育课程、信徒神学系到伫灵修研习所目前的校务有教牧研习课程、灵修操练的课程、音乐灵修研习课程，以及双联大学总校年度研习会、信徒大楼服务、灵修会馆的服务等等。以上就是即马台湾基督圣经学院这是全名简称叫做竹圣的服务甲校务的状况请咱继续关心支持代祷甲奉献。下面是互咱看一下历任的院长等下我讲道的内容会讲到这个宣教师因的简略其中有孙雅各，伊的太太叫做迪森李莲孙李莲牧师娘因第一任的院长顶着的是兼任的因为孙雅各牧师伊是台湾神学院院长来兼任圣经学书院的院长因为学校设立伫中山北路正式第一任就是明友德，伊是美北长老教会差派来台湾的宣教师然后下面这拢是咱台湾本地的牧师来做院长，也是兼任院长顶面这个任次瑞，伊嘛是美北的长老教会差派来的宣教师下面这拢是咱本地的牧师来担任院长今仔日牧师甲咱所分享的下面分做4大点。第一，存吞忍的心，走头前的路站第一点甲咱勉励就是咱凡事拢着存吞忍的心咱的中文的译本佫有和本，咱捌听过和本佫有一个2.0的叫做修订版咱即摆若要买和合本的会通买修订版的伊拢是翻译做坚忍坚忍原版1.0的和合本是忍耐所以咱会通看到忍耐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才有法度忍耐到底忍耐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古早到伫现在，咱的人生、咱的发展，拢是需要忍耐。过去若无这个宣教师的忍耐，今仔日太讨有这个学院、新学院、甲病院拢是因吞忍所压的经济。今仔日大众佫结果子济济这种的坚忍吞忍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字来表现，走奔行天路这个本人约翰写一本什么？写一本什么？天路历程嘛差不多是这种的描写啦。过去的第一代使徒保罗、彼得，因迄个时代是用走的心志，非常坚忍的心志所以原文拢是 Let's run 咱做伙走这个圣经实在足宝贵。一个在走困难一定会停止啦，边仔一定要有一个谈判。咱毋通看保罗事实上边仔有袂少的青年人，袂少的门徒，包括路加医生有无？写《使徒行传》的作者是啥物人？我拄仔已经讲作者是啥物人安尼？路加啦，《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对毋对？你看伊嘛写路加福音
搁写使徒行传。哦，人生亲像在跑走，在竞赛，会走进前，嘛是会落后啦，互别人越过，是毋是安尼？讲实在，人生海海就是安尼啦，有时就是互越过啊。但是越过了吼，嘛是搁爱走啦，吼，因为无人爱讲走路尾的啦，也是半途而废，逐个拢咧走。哦，即场咱就知影，吼，这中国发生的，哦，咱台湾，吼，17金伫亚运，头前有3位，就是举重女选手，迄个上界勇的，吼，这个前辈，这个大臂啦，大臂最粗壮，叫做郭婞淳，吼，伊得金牌。体操鞍马选手李智凯嘛得金牌。空手道美女选手文姿云嘛得金牌。好，所以这个戴资颖用伊家己的手机家己翕，隔天伊就迄天就铺上社群网站，然后大家差不多拢知影，预告预言，即场就是拢金牌。吼，真正伊后来得金牌。吼，所以。这走吼竞赛会通讲就是咱发展咱头前的目标。忍耐耶稣的教示内面，我感觉上界重要，嘛是关键。伊讲忍耐到落尾，一定得到救，是毋是？今仔日个雅各书第5章嘛讲，忍耐到落尾，一定有好的结局。一定会得到好的报赏，亲像约伯，约伯会通讲吼，所有的拢已经失去啊，无可能阁翻身，绝对无可能。但是，什么人有可能？就是上帝。约伯记内面有一段圣经，我上爱，就是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咱拢是上帝之女，这是重点。咱的信仰的重点，毋是某物人是上帝之女，你我拢是上帝之女。上帝一定疼伊的囝儿，查某囝。甚至耶稣讲，迄个慈祥的老爸吼，伊上界疼的是迄个龙主了，因为伊丝丝木木的。期待少年的，就是浪子回头。莫怪迄个大囝、迄个大兄在嫉妒，小弟转来，什么拢予伊。我呢，我拢无。老爸讲，你拢有呢，我以后送给嘛你的呢，你拢甲我做伙食3顿呢。咱的上帝永远是安尼。上帝一定会听咱的祈祷。一定会知影咱的需要。好，我来讲到宣教书，这段圣经讲到云彩般的见证。这个宣教书对南部开始，马家国医生、李修牧师、医生、牧师，其实因的身边也阁有其他的助理牧师，也是助理医生啦。德马太。万巴德这医生拢是马家国医生的助理医生。过来忽然间来一个巴什么？巴克利，巴克利牧师。伊会来台湾是伊听到闽南使徒的这个迄边闽南的牧师讲，台湾足侪山，伊讲我的脚较长，我适合爬山。所以我无适合留伫厦门，所以伊就来到台湾。正平这个叫做简伟林，伊捌甲福音带到较北边，上界北边带到白水溪，火烧白水溪教会，就是伊逃走出来无死去。伊上远的脚步到台中大城，伊嘛是盲人之父。因为创办了盲人学校，
好，这个是北部，北部什么人？这个我记不了伊。安尼，北部什么人？马偕医生。马偕医生正边这个就是吴伟莲。吴伟莲是学生的时代，马偕伊安息年回去，伊听到牧师的演讲真感动，伊就家己心内下愿讲，我若有机会以后我嘛要去。真正伊受着上帝拣选，所以伊当回消息，马偕知影的是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结的果子啊。伊来到湖尾，伊带郑书先去到湖尾来领取淡水海港，领取这个吴伟莲。当马偕医生回国的时，将所有的事业拢交互伊。当马偕过身的时，将教育、医疗以及新下医教育、慈善教育，拢全部予威廉牧师。这个吴伟莲牧师。所以，这个是过来。好，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主日，所以我就讲到孙雅各牧师，孙雅各牧师，应该因的大名甲因宣教师娘、牧师娘的大名，咱拢捌听过。因两个27岁，先生27岁，新下院普林斯顿毕业。上年两个人伫船顶度蜜月，目标就是来到佛摩萨。因为因两个已经拢准备心，要去到中国啦，要去遐宣教。但是等等无机会，因为美国都无机会啊。后来加拿大长老教会有一个机会，呼召因，因就回应，所以因是加拿大派来，因美国人互加拿大派来。因两个是高中到同学然后拢有迄个宣教的心志，所以因两个结婚了，因就是要做宣教师。然后因来到台湾学台语。下问话一年，这个孙雅各牧师就担任淡江中学的校长。伊31岁就担任台北新学校台神的前身的院长。然后迄个时阵，1940年世界大战，宣教师一定要回去啊，因为日本占领台湾，所以宣教师拢回去。当大战了后，总战结束，加拿大长老教会就紧派因来台湾北部，巡视因的过去的宣教的教会，来遮做访问，处理紧急的事件有2-3个月，结束了后就回去，到伫1948年，翁仔某佫回来，这就是因第2个时期。孙理莲牧师呢，伊捌回应，伊讲：我的人生有3个阶段，青年、壮年、老年。伊的青年已经过去啊，剩壮年就是1948年回来，甲牧师做伙回来。伊甲伊的先生讲：我无爱做宣教师的太太，我要做太太宣教师。因先生讲会使，你着做阮较无法度做的。伊着对病人开始做，甚至嘛方便。关照遮个非常弱势佮丧乡的遮个台湾人，伊对这个先开始发展伊的慈善事业。这就是孙理莲牧师娘的挂彩旗经会，芥菜总会的开端。然后孙牧师伊就担任了圣经学院的兼任院长，拄也讲到，伊就担任兼任院长。伊回来时了后，伊嘛担任台湾新来院长。到伫65岁退休。伊主持校务真有远见。伊从中山北路迁到阳明山的林土山庄。这就是伊的决策。然后伫遐起学生的宿舍。特别伊
运用真济的社会的管道，因为伊是福伦社社员，所以透过美国、加拿大争取真济资源，投资伫新学院的教育。伊本身甲美军的关系真良好，嘛透过美军得到一寡资源，所以，互台湾新学院的水准提悬真济，会通讲是自从马街以来，台湾新学院第二个上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马家国医生。咱拢捌听过马国医生甲孙立莲牧师娘，孙雅国牧师因的故事，因对山地原住民，对慈善事业，伊嘛协助创办玉山新学院，贡献良济。因阁帮助对中国国内的中国教派，帮助因去成立什么找什么继续伫北部遮发展外教派中国的遮个新学院的教育。所以因的影响亲像挂彩纸，毋敢细粒，阁开阔，阁扩展。第二点，咱着爱放下逐样的重担。一定有重担一定爱放下。当放下了后，才会通看到头前搁较侪清楚的目标。过来，我要介绍这个明友德牧师。伊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的宣教师。伊是清教徒的后代。所以伊决心来奉献主。明友德是北部伊学历上悬的。伊有文学士、学士甲硕士的两个学位，阁有诺斯新学院的导师学位。伊伫世界第二次大战了后，1948年去到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为祖先来自苏格兰。所以是来台湾宣教上届学历最悬的一个牧师。伊的牧师娘叫做多纳达牧师娘，伊是护理人员。所以这个背景咱通看到。伊就是第一任圣经学院的院长，正式第一任。伊捌担任过 YMCA， 捌担任过青年学生的宣教工作，捌担任过这个马街病院的董事长，阁有担任过咱总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助理总干事，阁青年会的副理事长等等。所以你来看，伫学校、伫新学院、伫病院，拢有真济的贡献甲付出。这就是明友德牧师，伊嘛是美国人。所以当时南部其实发展了上蓬勃发展，信徒嘛上济，北部颠到苏南部。但是大家国境机制，加拿大北部，苏格兰、英国伫南部，中部我就莫讲。但是北部阁有美国的资源，北美的资源、美北的资源、美南的资源。所以我讲到这会通看到，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受到上帝遐尼大的照顾甲祝福，有三大遐尼先进的国家派上介好的宣教师来到咱台湾，来祝福咱台湾。所以我相信，咱长老教有遐尼好的基础，上帝一定会照伊的应允，继续来祝福咱的教会。大家有阿免无？阿免。因逐个宣教师若转去拢讲，阮继续为着恁台湾祈祷啦。恁需要伫建筑的时因迄边嘛是拢自动替咱伫募款啦。我讲一个较个人的，上帝听因祈祷就够野啦。上帝听这个祈祷就够野啦，何况咱正人的祈祷。上帝毋是臭面人。上帝嘛绝对毋是青面人，
上帝知影咱的处境，知影咱的困难。上帝凡事拢知影。所以咱都要有信心。逐工陪咱同担的主，咱就爱学落伊，安尼就好。因为上帝嘛无欠用啥物啦。但是上帝讲，我是你的主，我陪你的同担，你逐工学落我。咱就知影为父的心，咱的天父的心就是安尼。第三，褪去咱紧紧颠盘咱的罪。放下了，其实原文是 throw off， 不是脱下，一样放下重担，放下你的罪债了，放下。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主拢会